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历正月29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出现第一宗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国内防疫搁再升级，中央拍算用智慧科技严格管制需要伫徛家隔离的人士。武汉肺炎疫情严戒，日本、德国拢出现本土的病例，就连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表出第一宗诊断确定的病例。气象局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因为这波冷气流水气较欠，部分地区恐惊无到10度。第二条消息真重要，台湾出现第一宗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国内防疫搁再升级，为着要确实管制伫徛家隔离的人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头摆使用智慧科技来防疫，需要隔区的民众一人一支定位的手机啊，若是凊彩离开徛家，手机啊就会随通报。确诊每一位进出病院的民众体温各要求爱挂喙安，而且严格是因为国内出现本土肺炎病例。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国内到20日通报611个个案，其中8名确诊。这8名确诊个案的接触者有460人，其中17人出现相关症状，各已经通报。为29开始做电子监控，配合开启定位系统手机，互需要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人，各家警政、民政单位合作，监控是不是凊彩外出。有460位嘛，那我们可能从里面先针对我目前有的这个手机的数字，先发几位先做事情啊，也可以用视讯的方式，跟他联络，会有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每一天会跟他做个联系啊，他没有回应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可能警政单位这边也会有这个收到这个讯息，那也会协助去跟他做一个了解啊。不过，这种手机定位真歹防止隔离人逃走出去，或者是伫徛家附近、甲大楼上下活动，或者是无扎手机真歹发觉。手机的定位，那我们也会必要时候，我们因为这全民的安全，包括行动监视器的使用。目前指挥中心也宣布，中国学生延后到2月初9了后，才来台湾，佮要求学校配合集中检测管理，引起中国学生连续抗议。他们会有14天的这个集中监测的措施。那这个集中监测的措施，原则上它是以1人1房为原则，它不会跟其他的学生混在一起。为了保障劳工安全，劳动部也讲，比较当年 SARS 研究头家防疫行政指导，佮呼吁，若是无必要，唔通派员工去中国疫区；若是无提供相关设备甲有防，员工应拒绝去。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要求各部会着甲防疫的事工做复杂装。另外，苏贞昌表示，喙暗定着有够热，民众唔通蹲，嘛唔通借机会趁小行钱。30分钟消毒1次。自己先做好防护吧。车头的工作人员拢把喙掩看开，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民众嘛是家己顾好，武汉肺炎疫情清悬。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要求各部会首长全部拢要出席开会。会中的指示要落实管理甲管制。决议所要求的，务必全部到位，而且是全程紧盯，一直到疫情解决。苏贞昌要求各部会要认真面对疫情，即马大家人拢真紧张，挂喙掩变成是自我保护的第一步，嘛依法大家手买喙掩。苏贞昌话话，供应量有够，呼吁民众莫囤货，嘛无应该发国难财。这几天我们卫福部也特别释出口罩，就达到2300万片，而且现在我们工厂大家过完春节已经回来，加紧生产，就一天可以达到近400万片，加上政府早已宣布限制出口，所以口罩非常的足够。不过，行政院禁止喙掩出口，准副总统赖清德说话话，两方爱合作防疫。引发部分利支持者不满，马洪质疑甲正义无共调。但是苏贞昌敢若无安尼认为，自救才能救人，所以在政府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都乐意帮助别人。我们并没有针对哪一个国家。那赖清德准副总统的意思跟政府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为着防范疫情，武汉封城大约有300个台湾人阁留伫当地。政府希望中国会当允准以包机的方式，互因家人接档来。苏贞昌指出，已经透过海基会甲对方联络，但是无得到直接的回应。政府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已经出现武汉肺炎第一站本土的病例，多位医生挂心讲，武汉肺炎哪来成流行感冒的病毒，镜头无介严重，嘛有法度为人，要安怎避免第二波的社区感染，真做防疫的小心门。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即阵国内也出现头一个本土武汉肺炎个案。有感染科医师就烦恼，武汉肺炎已经愈来愈亲像流感病毒，传染扩散行为也愈来愈共款。即要是轻症患者就会喂互别人，潜伏期内底啊具有传染力，实在是无好预防。这个病毒的行为呢，开始比较像流感病毒，就是潜伏期可以相当短，也可以拉得长啊。 然后呢，它可以有比较无症状的人，或者轻症的人，而且都具有感染性，有点像流感病毒的传播模式。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病毒是很难防治的。 医师表示，台湾出现头一个本土个案，表示头一波社区感染受感染者传予亲密接触者，小家庭互相喂着。所来上重要就是安怎避免第二波社区感染。若是周围的亲戚朋友厝边也被喂着，疫情就变甲更加严重。因为各行各业要伫拜四开工恢复运作，要医师建议政府应该要求民众在最近1礼拜到10天，到公共场所一定爱戴嘴安，避免防疫来失败。现在它的那个疫情还被控制在境外。 跟那个病例有亲密接触的那些人的一种防疫措施，就是这些可能会跟病患有接触的人，他就必须要时常戴口罩。专家也讲，首例本土个案是第5例女性台湾干部的翁婿，2人长时间密切接触，家庭话着是会使有期的，而且对这阵疫情发展来看，这传染力比 SARS 也较厉害。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哪团哪严格地提民众小济买喙罨，中华的喙罨工业就限制民众一人干那通买一盒来应对。天气遮尔寒，也是有民众透暝排咧，就是烦恼买无喙罨。人排到长乐道工厂已经细一年，有6、700公尺长，后尾发甲1000号都无搁返。有民众忍着加粉，排规暝都是为着抢买喙罨。每人限购1盒，因为政府有规定。 中华这间喙罨工厂过年期间依然咧卖喙罨，不过配合政府政策，几工前每一人用买5盒，29开始每一人干能用买1盒。有人排了12半点钟才买到，民众讲无够用啦。限购几盒？限购1盒，1盒真的太少了，而且基本上现在可以选择的也真的很少啊。 中华喙罨工厂业者表示，厂方目前有7条生产线作业，差不多已经生产10万片。其他正常上班后，11条生产线全开，快送通路正常了后，工会就会正常。从昨天的5盒降为1盒，配合政府的政策，开工以后一天大概有30几万，配销到各个通路去。 第台南有大工厂是提早伫初3开工，逐工平均生产70万片医疗喙罨。虽然每一人限制买2盒，不过9点开门无到2点钟就被扫了了。加哦，有啊，1点钟爱啊。我无去过啦，啊，我的经销商若甲去过吼，我就回不供的话，真的若创好的话，我公司吼，这产能可能咱提供予社会的使用吼。 差不多38万到40万呢。卫生单位呼吁民众，喙罨够用就好，唔通囤伤济。因为武汉肺炎疫情，除了家己的健康防护，也要过来洗手，用酒精消毒，避免无必要的手、口、鼻接触，应减少感染和吸到病毒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军甲日本、德国拢出现本土的病例，就连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表示，第一站诊断确定的病例显示，中国已经有132个人死亡，正6000人确定治病。日本当地时间早起8点45分，自中国武汉出发的第一台特调专机顺利来到东京羽田机场。机场的人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206位日本的国民。 为了要确保大家的健康，这款回国的人拢会接受病毒检测，一直到检疫结果出来之前，拢会踮伫咧厝内，避免甲人接触。除了派专机甲侨胞才回国以外，各国防治武汉肺炎的措施也一直升级。
甲中国相接的蒙古已经宣布关闭边界。就香港伫咧离北也讲，要关闭部分的边界，暂停陆客自由行，大幅度减少中港两地人员非必要的交流。另外，伫马来西亚、菲律宾甲斯里兰卡，这摆也拢暂停中国旅客申请落地签。美国也传出，专部政府无排除暂停所有来回中美两国的航班。伫咧疫情升温的时阵，我国中国的亚洲国家拢出现民众排长队买喙烟的情形。伫国内喙烟常常被正紧就买了了，有真侪中国游客也趁人伫咧国外的时阵加买一罐喙烟。And I help my friends to buy some masks, and my family they need masks because in China mask is very expensive. So one little pack masks more than 100 RMB. So here is more cheaper and easier to buy the masks. 针对武汉肺炎疫情防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伫咧离北甲 WHO 的秘书长见面了后讲，疫情是魔鬼，咱袂当互魔鬼藏的。同时也讲会加强甲国际合作，公开透明发布疫情的相关消息。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境内已经有132人因为武汉肺炎而死亡，确诊的比例是我国6000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其他的消息，美国的司法单位直直咧调查中国敢有偷摕美国的智慧财产。但哈佛大学一名系主任甲2个伫波士顿做研究的中国人员，因3个因为暗藏甲中国政府的关系，被美国的检察官起诉。伫美国哈佛大学咧做化学甲化学生物学系主任的学者李平，因为讲家己甲中国方面无任何联系，28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抓去，搁被检方起诉。60岁李平不止隐瞒家己参加中国招揽海外高端人才、请人计划事实，也搁伫哈佛学校不知情的情形之下，2011年以科学家身份加入中国武汉理工大学，每个月收来自中国当局5万美金的报酬，另外还有150万美金的生活费补贴。法院文件也指出，李平摕超过150万美金，协助武汉理工大学成立研究实验室作为回报。伊也必须以这学校名义申请专利甲发表文章。No country poses a greater or more severe and long-term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an China.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s goal, simply put, is to replac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power, and they're breaking the law to get there. 美国认为中国利用科学家这非传统间谍窃取美国科学技术甲智慧财产。另外，这一摆被起诉，还有另外2名伫波士顿分别做机器人甲癌症研究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其中1个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身份。另外1个人顶个月想要将研究样本偷运出美国，伫机场被抓，2人拢被指控是外国代理人。针对李平的不当行为，哈佛大学表示已经将其暂时停职，学校方面也彻查这个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倒来，咱台湾高雄民间团体拍算罢免市长韩国瑜。今仔日发起第2阶段的联署，伫顶部成立2个总部。另外，高雄针对武汉肺炎的防疫，升级做1级。别人团体强调，有好有联署的民众着挂喙罨，现场嘛有传酒精，互民众洗手。出来人客伫边，还个排队到外口，拢是来签联署书。民间团体诉求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第2阶段联署29号正式开始，要伫个30天内达成30万份联署书。公民挂草团体特别设总部，方便民众联署。有像这样子的据点，民众随时可以找到我们。那这样子的活动，我们点越多，我们这个艰巨的这个目标，30天内我们要收集到30万份，这样子我们成功的机会就能够大幅的提高。另外一个团体 We Care 嘛，东部成立总部，更加准备20万份的联署书，有民众一透早7点就来等总部开门。昨下昼我就去来找，昨过落雨，所以我又来找所在啊。我今下早来多找无啊。那当然，我们会呼吁所有前来我们这边联署的民众，也都能戴上口罩，并且我们在这边也都准备干洗手液。那这是一个防疫的基本措施。那同时，我们在这边，我们也会教育民众跟志工一些基本的卫教知识。
高雄有武汉肺炎的病例，防疫原本应该避免人太过集中，北韩团体因此要求现场连署的民众挂嘴烟、酒精洗手，嘛会使选择网络应连署书再搁寄出来，希望罢免行动莫受到防疫影响。市长还搁如早起继续行村拜庙，但敢若呼吁现场的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一定要挂嘴烟，无接受媒体访问。会继续协调，必要时，我们市政府如果口罩不够，我们会紧急来采购，一定要保证我们高雄市民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口罩。韩国就强调，若是市民喙烟无够，市府会协调采买。对于北韩团体开始第二阶段的联署，无做回应。记者王家川、大兴坤电报道。今仔日是农历初五，各行各业拢道开工。就阿蒙头花莲厂煞伫今仔日顶部起火烧。3号阿蒙头药边仔煞熊熊火烧，加在伫点外钟了后，消防员有甲火势控制好势，无人着伤。工厂认为起火烧是因为现场有囤燃料，这燃料家己烧起来所致。今仔日伫台东兰屿外海，一只渔船拍算是天气歹，引引佮故障，互大鹰拍一个刷冰船，3个人跋落海，其中一个家己手上花，另外2个即卖也找无人。海鹰一直拍着岸边，台东兰屿的海巡人员看向大海，继续搜查。直升机也伫空中四界找，想要赶紧找到2个落海失踪的游客。这个意外发生在早起7点外，有3个游客开着渔船到兰屿的云南岩遐去钓鱼，敢若因为渔船引擎故障，天气佫无好，大鹰拍来渔船煞冰船，3个人拢落海，其中1个人家己受起喊救，不过也有2个人拢无消无息。今日上午7点28分，本所接获东兴派出所报案，有一无籍船筏于情人洞附近海域翻覆，本所随即派遣3车6人，协同兰屿消防分队，一同协助寻找。出动10外的海巡人员分别对陆海空3方面来搜救找人，唔加放松，要争取黄金72小时的救援时效，希望会有好消息。记者自王下报道。今仔日是年节假期的上尾日，下晡开始，国道5号头城至边拿车是塞甲真嗨。另外，国道5号拍算会管制到暗时9点。在西部国道大概在6点以后会逐渐疏解，那国5的部分可能在7点后才会逐渐来疏解。这个管制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我们是会持续的观察。那我也不排除，就是说如果在6点到7点以后，如果有车况有逐渐疏解的情形之下，我们会做弹性的调整，来提前解除高承载管制的一个做法。高速公路局表示，国道5号头城至边拿上界塔时速无到40，西部的高速公路彰化、台中、新竹车有较济。另外，因为未少民众提早伫半暝就驶车上北，所以今年春节车路的状况是比往年更较好势。受到冷气流的影响，天气有影冻。气象局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气象局提醒民众，这波冷气流水汽较浅，部分地区的气温恐惊无到10度，日暝了后会搁较寒，民众就要注意身体。因为低温加上水汽有够，过15年了后，北大埔山也落雪。屏东林科管理人员上山巡查，发现7.4公里零线顶悬有残雪，一路到9公里3角点附近。暗过水汽无够，雪也慢慢扬起。受到寒流影响，气象局针对全台17县市发布柑色、黄色低温警报，只是局部地区有10度以下。礼拜5上寒，这波寒流会继续到礼拜日透早。或在新竹县以北至基隆这些地方，未来一直到周日清晨这段时间，可能整天的低温都约在10度以下有的低温出现，那高温可能也不超过12度，会持续24小时。这波寒流为礼拜3继续到礼拜6，新竹以北暗时到透早上低温是10度以下，只是上高温也无超过12度，会连续4天一直到礼拜2日时以后，才慢慢回温到10度以上。中南部是要注意日夜温差大。应该最冷可能是落在礼拜5。最冷礼拜5，但是如果以平均来说的话，礼拜4、礼拜5、礼拜6的清晨都会是很冷的时候。基本上这是这2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冷的这个温度啦。气象专家表示，这是冬天以来上低温的寒流，较大冷山区落雪机会无悬。气象局提醒，使用加湿热水器要维持通风，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年岁较大的人要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您敢知影褪黑激素是影响困眠的关键？不过，咱在上班长期照白光，会造身体内这款激素无够，暗时就会困袂落眠。工业技术研究院就开发一款科技电火，这款电火会当降低蓝光，避免褪黑激素和蓝光压制。白色电火对保持清澈状态有帮助，黄色电火互人强要爱困。伫工研院电工所的办公室，都有这种智能白停电火来调节研究人员的工作节奏。那像我们一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给它一个比较专注的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白色的光，然后让我们能够比较清醒，然后提早进入工作的状态。因为它是高色温的光，所以它会抑制你的褪黑激素分泌。慢慢我的工作时间到了中午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进行午休，那我可能就可以给一个放松的光，那就是一个黄光。褪黑激素是影响困眠的关键，也毋过亚洲人普遍习惯加班，暗时加班暴露伫白色电火之下，致使褪黑激素分泌不足，等到厝的就困袂去啊。那人眼一般的褪黑激素的抑制的波峰大概会落在480到490之间，所以这种照明灯都是要在蓝光的480纳米以下。那你如果时区量测的话，它的那个蓝光波段大概落在440纳米左右。照明灯是一个帮助，也毋过影响困眠的因素，也佫包括了食物情绪以及运动的制少等等。在好眠之下，才是上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歹无比止，爱着较惨死。为爱人挂掉，为爱人操心，白白一寸烧热，一寸寒，就是爱情的滋味。台北一间高中徛头咧办恋爱的课程，结合心理学者的理论，就希望学生对感情有正确的观念。但恋爱嘛，袂迷失，袂失去家己。得到女孩子芳心，一定要靠眼神哦，因为眼神它代表一个重要的含义，叫什么？你有办法直视对方眼睛，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眼神毋若伫红仔册灌篮高手内底用来制服敌人。根据一项心理研究指出，若是专心看对方7秒，竟然有超过一半大学生尾也变做情人。上山高中首创的高中爱情学课程，老师结合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甲经济学，配合上课时阵的小活动，用不同款的角度，互学生来熟悉爱情。我们看了2部电影，然后他还会找一些，比如说我们网络上看到的梗图来跟我们分享，或者他自己的亲身例子，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有发现，就是如果一直讲理论这类，其实学生是没办法专注的，尤其现在他们的专注力其实没办法在一堂课这样就是整堂课做好，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影片穿插，然后有梗图啊，然后不然就是你要请他们动一动上来做实验。好，就是用一些那种人际互动，像刚刚我示范的那个东西，让他们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他们会比较能够专心听你在讲什么。配合108课纲实施，高中开出袂少多元选修课程，互学生选修。苏大心理学毕业的老师黄碧君，希望将爱情变做一门的课程，跟学生分享家己的经验。我这辈子从小到大都想要谈恋爱，然后常常挫折，然后也常常遇到不顺的事情，然后可是在后来我成人之后，然后甚至我工作以后，甚至我顺利结婚这类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找到比较知道爱情的一些样貌，或者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学员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因为这样受伤，甚至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像是他之前就是有送一个喜欢女生，就是好像是生日的时候就送了19个礼物还是什么的吧，然后结果最后还是就是他觉得自己付出很多，但为什么还是会被对方拒绝？就是拿他自己这个例子来跟我们讲。以失败经验，到熟悉，甲对方讲，交往安全分手，加分手复原。爱情内底可能会遭遇各种的失败，拢藏伫课程内底，互授课学生拢感觉真有收获。心里觉得恐惧，就可能觉得那个吊崖很高很危险，那个恐惧换成就是以为，脑袋会以为你是喜欢那个女生，就是那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心动的感觉。这种错觉的感觉，所以他就要用一些生理的刺激，制造一些心理上的错觉，叫吊桥效应。所以心动不等于爱。透过心理学理论结合上课时阵的小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爱情观，就算分开，也用家己慢慢行出来。上山高中的爱情学，不是教学生安怎拍妹，而是让学生在爱情中找到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咱做来看明仔载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2度。
东部这边上低8度，上悬18度。外岛地区上低7度，上悬17度。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